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赛亚书第54章。耶路撒冷，你这个未怀孕、无生囝的妇人人啊，着唱歌；你这个毋爱经验催存艰苦的妇人人啊，着出大声欢喜唱歌。因为受气杀的妇人人，会有真侪囝儿，比有丈夫的较侪。上主安尼宣布：着扩展你大下布边的地，着甲你布边的布抽互开，毋通限制。雪着牵甲真磅，乞仔拢顶复条。因为你为四面扩展领土，你的后代会得到列国的土地，荒废的城镇会有真侪人住。毋免惊，你袂搁再见笑，你免搁忍受侮辱，着袂记得你少年的时的见笑，毋通搁记牢你做寡妇的体辱。因为创造你的是你的丈夫，伊的称呼是上主万军的统帅。以色列神圣的上帝是你的救赎主。伊受称呼做全地的上帝。以色列啊，你以前是少年的妇人人，互上主你的丈夫气杀，心忧伤。毋过，伊叫你倒转去伊遐讲：虽然我有暂时气杀你，我要用深深的疼接你转来。我捌对你发极大的受气，离开你一时仔久。呾，我要用不变的疼怜悯你。上主，你的救赎主安尼宣布：这对我来讲，若亲像哪阿的日，我立誓袂搁互大水淹没大地。呾，我嘛立誓袂搁对你受气。袂搁责备你，大山会当刷开，小山会当迁移。毋过我不变的疼永远袂离开你。我会永远遵守和平的约，怜悯你的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讲：耶路撒冷，你这个受苦的城，你互暴风扫走，无人甲你安慰。我要用彩色的石甲你重建，用蓝宝石做你的地基。我要用红宝石甲你起城塔，用画发光的宝石做你的城门，用珠宝做你四围的城墙。你的囝儿拢会受上主教导，你的子孙拢会平安繁荣。你会因为秉公行义得到建立，你无啥物通惊吓，因为袂搁受压迫。恐怖会离开你远远，恐怖袂逼近你。若有人攻击你，毋是我引起的，所有攻击你的，拢互你拍败。你看，我做拍铁师傅，因分火炭互火焰制造武器；我嘛做毁灭者，因起来施行造灭。所为着要攻击你制造的武器，无一项有路用。每一个伫法庭控告你的人，一定袂胜诉。这是上主的仆人应得的产业，我要维护伊，互伊胜利。上主安尼宣布。